日式風格嘅設計，除咗運用咗大量木材嘅元素，仲有咩方法可以增強日式嘅感覺？今次介紹位於灣仔上匯一個2房2廳嘅單位，大約660尺。屋主2個人居住，鍾情於日式風格、大自然嘅感覺。除咗木材之外，我哋仲加入咗石材、藤編，加強自然嘅質感。而喺客飯廳，我哋都將經常見到嘅和室帳子引用到客飯廳牆身，並且結合走廊門。咁乜嘢係帳子？帳子係傳統和室門窗或者房門之間，利用半透明嘅和紙調節採光同絲印。而我哋喺物料方面就運用到竹藤質感嘅牆紙，同埋具有和紙感覺嘅特色玻璃，呈現返和室嘅氛圍。房間我哋都做咗一啲間隔嘅改動，將原本2房嘅單位，我哋就劃分成3個空間，分別係主人房、衣帽間同埋書房。房門都用上趟門嘅設計，牆身除咗用上布紋牆紙作點綴，我哋仲喺櫃背運用咗內嵌式嘅設計，打造一個展示嘅空間。即使係以櫃體分隔嘅空間，每個空間都可以提供到一個又實用又美觀嘅設計亮點。